今年的台北国际册展伫后个月20举行，这摆计共有5大展区，区别无同款内容。其中伫台湾漫画馆有请到欧洲去的漫画，也佫有用台湾历史做背景的漫画。另外，为着要互囡仔有语言友善的环境，自动主题馆也有台机 Podcast 播送，用真济方式想要吸引民众来读册。掀开册，这是一本台湾出版的网架，以台湾过去淡水进出口茶米的历史为主题；另一本也是以本土历史为主题的台湾网架，讲的是日本时期安怎发现台湾原生药草的故事。这个网架拢会伫台北国际册展展出。不管是在网络市场上面，或者是国外市场上面，获得市场上关注的台漫内容，带到利用国际书展这样的场合，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或是读者有机会可以认识到，原来台湾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漫画作品。以历史为主题，不只有网架，为了纪念400年前台湾头摆拄着荷兰人，这摆的儿童主题馆是以航海为主题来规划，佮配合各款语言的 podcast， 互囡仔感觉真趣味。有郑和的故事，然后呢也有海怪的故事。我们希望让孩子除了看绘本以外，也能够听到，所以它是一个听跟阅读的一个享受。国语频道是苏菲说故事，另外也有台语频道水獭妈妈巧巧话，还有客语的频道是台湾爸的小黑皮玩台湾。在整个那个台北书展里面，我们希望就是它有一个增加，是说大家对一个语言友善的一个环境，就是说，希望出版社如果你有台语的出版，有国家语言的一个出版品，你也可以在现场去贩售。那我们希望就是整个民间团体大家能够动起来。文化部表示，这几年册的销售金额拢伫200亿左右。为了进行亲像台语这款国家语言，文化部也伫台北册展的网站宣传儿童语言友善计划的补助内容。那民间提出的语言应用计划，台语占比达到50%以上，相关通补助100万。记者郭文社慧林台北报道。